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創世記第18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面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創世記18章，我哋去思考兩件事情。第一就係神稱亞伯拉罕為朋友，第二就係亞伯拉罕佢向神懇切咁去代求。首先，神稱亞伯拉罕為朋友，其實亦都並唔係冇原因嘅。本章嘅第一節，耶和華在萬里橡樹那裏向亞伯拉罕顯現，天正熱的時候，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。第二節，他舉目觀看，看啊，有3個人站在他附近。他一看見，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，俯伏在地。第3節說：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請不要離開你的僕人走過去。第4節，容我拿點水來，請你們洗腳，在樹下休息。第5節，既然你們來到僕人這裏了，我再拿點餅來，讓你們恢復心力，然後再走。他們說：就照你說的去做吧。原因係亞伯拉罕，原來佢去接待遠方而嚟嘅人，佢一向都係咁樣做嘅，就係非常之殷勤同埋非常之慷慨去招待。呢度喺18章3節講：你哋如果係睇在我嘅份上，你哋先唔好走，你哋不如喺呢度，我俾水你哋洗腳，仲有我俾你哋一啲食物，讓你哋加添心力。其實呢3個朋友喺遠方過嚟，佢哋經過亞伯拉罕都係3唔識7嘅。佢去接待佢哋嘅時候，結果佢哋都係願意接受。喺過程當中，亞伯拉罕係以愛心去接待佢哋。本章嘅第6節，亞伯拉罕急忙進帳棚到撒拉那裏，說：你趕快拿3細亞細麵，油麵做餅。第7節，亞伯拉罕又跑到牛群裏，牽了一頭又嫩又好的牛犢來，交給僕人，僕人就急忙去預備。第8節，亞伯拉罕取了乳酪和奶，以及預備好了的牛犢來，擺在他們面前，自己在樹下站在旁邊，他們就吃了。因為喺希伯來書13章2節嗰度係咁講嘅，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旅客，因為曾經有人這樣做，在無意中接待了天使。希伯來書好明顯就係講亞伯拉罕嘅表現，同埋下一章羅德都係去接待天使嘅表現。佢哋同樣都係以愛心去接待嗰啲不相識嘅過路人。原來我哋去愛別人嘅時候，意義上都係同樣咁做咗喺神嘅身上，就正如主耶穌所講，馬太福音10章42節，無論誰只因門徒的名，就算把一杯涼水給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喝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一定會得到賞賜。就係話你哋做喺小子嘅身上，就係做喺我嘅身上。原因係我哋去尊重人，就好似尊重神一樣，因為人都係有神嘅形象做嘅。呢個態度，神看在眼裏，都會將呢件事情去欣賞。所以神稱亞伯拉罕為朋友，喺聖經多處都有提及嘅。喺歷代志下20章7節。我們的神啊，你不是曾在你百姓以色列面前驅逐這地的居民，將這地賜給你朋友亞伯拉罕的後裔永遠為業嗎？以賽亞書41章8節，為你以色列人，我的僕人雅各，我所揀選的，我朋友亞伯拉罕的後裔。喺雅各書2章23節亦都講，這正應驗了經上所說，亞伯拉罕信了神，這就算他為義，他又得稱為神的朋友。呢啲嘅經文同樣都提及亞伯拉罕係神嘅朋友，並且喺約翰福音15章14至15節，主耶穌更加清楚咁去解釋神稱我哋為朋友嘅意思。主耶穌講喺約翰福音15章14節，你們若遵行我所命令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約翰福音15章15節，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，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但我稱你們為朋友，因為我從我父所聽見的一切，都已經讓你們知道了。原來主耶穌講得好清楚，你哋如果遵行我所命令嘅，就係我嘅朋友啦。嗰個前設就係，當我哋越遵行神嘅命令嘅時候，神就越視我哋為朋友。
喺15節嗰度，主耶穌話：以後我不再稱你哋做僕人，因為僕人並唔知道主人所做嘅事嘅，但係我要稱你哋做朋友，因為我從我父所聽見嘅一切都已經讓你哋知道。原來朋友之間係有商有量嘅。當我哋清楚知道神嘅心意，當我哋讀聖經或者我哋聽到，我哋對神喺聖經裏面要話俾我哋聽嘅事情知道得更加透徹嘅時候，並且我哋選擇咗去遵行，神就會趁機與我哋去討論同埋商量，係商量嗰啲所即將要發生嘅事情。講到商量嘅事情，喺呢度正正就係神要透過呢次嘅到來，當面向撒拉講明佢要產子嘅事。好可能喺上一章第17章，神向亞伯拉罕講相關嘅事情嘅時候，撒拉並不在場。本章嘅第9節，他們對亞伯拉罕說：你妻子撒拉在哪裏？他說：看啊，在帳棚裏。留意到咗呢度，亞伯拉罕佢應該已經認出咗對方係神。點解呢？因為唯有神先至知道撒萊嘅名字係改為咗撒拉嘅。因為呢3個係遠方而嚟嘅人，而唯有神先至知道撒萊嘅名字係改為咗撒拉嘅。第10節，有一位說：明年這時候，我一定會回到你這裏。看啊，你的妻子撒拉會生一個兒子。撒拉在那人後面的帳棚門口也聽見了。今次亞伯拉罕冇作出回應，因為喺上一章佢已經接受咗呢件事情係將會發生嘅。11節，亞伯拉罕和撒拉都年紀老邁，撒拉的月經已停了。12節，撒拉心裏竊笑，說：我已衰老，我的主也老了，怎能有這喜事呢？13節，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：撒拉為什麼竊笑，說我已年老，果真能生育嗎？亞伯拉罕應該係已經睇出咗呢位說話嘅就係神自己。學者們認為就係主耶穌基督嘅顯現。14節，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？到了所定的時候，我必回到你這裏。明年這時候，撒拉會生一個兒子。15節，撒拉因為害怕，就不承認，說我沒有笑。那人說：不，你的確笑了。神亦都並冇追究撒拉呢度嘅偷笑，其實呢個反問係要凸顯佢哋產子之後將會大笑，笑成為咗佢哋兒子嘅名字嘅特色。以上第一段落第1至15節係有關神成為亞伯拉罕嘅朋友，佢哋彼此之間係可以坦然咁討論事情嘅。以下第2段落第16至33節，亞伯拉罕佢向神為所多瑪去求情。亞伯拉罕既然知道眼前嘅呢位係神同埋佢嘅使者，更加不會去怠慢佢哋。喺本章嘅16節，3人從那裏起程，面向所多瑪觀望。亞伯拉罕與他們同行，要送他們一程。面對亞伯拉罕呢位朋友，神亦都忍不住要同佢商量。本章嘅17節，耶和華說：我所要做的事，豈可瞞着亞伯拉罕呢？18節，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，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。19節，我揀選他，為要叫他命令他的子孫和後代家屬遵行耶和華的道，秉行公義，使耶和華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實現了。意思係整個救恩嘅計劃都係同亞伯拉罕有關嘅，佢嘅身份地位係特殊嘅。於是神就透露咗此行更重要嘅一個目的。本章嘅20節，耶和華說：所多瑪和俄摩拉罪惡極其嚴重，控告他們的聲音很大。21節，我要下去察看他們所做的，是否真的像那達到我這裏的聲音一樣，如果不是，我也要知道。聽見所多瑪，亞伯拉罕自然想到羅德，並且佢與耶和華心靈相通，完全知道佢此行嘅心意係做乜嘢。亞伯拉罕就知道所多瑪城同埋俄摩拉城係大事不妙。本章嘅22節，二人應該係2位天使轉身離開那裏往所多瑪去，但亞伯拉罕仍然站在耶和華面前。佢係認定咗呢一位係耶和華，亞伯拉罕係站在佢面前不走。
呢一位應該就係主耶穌基督以人形嘅顯現。本章嘅23節，亞伯拉罕近前來說：你真的要把義人和惡人一同剿滅嗎？亞伯拉罕佢開宗明義咁提及神公義嘅性情，神必定係不會違反自己公義嘅特性嘅，呢個係一個千古不變嘅真理。原來我哋祈禱首要係要找着真理。原來我哋去祈禱，首要係要找着真理去祈禱。另外，神既然係慈愛嘅，亞伯拉罕亦都找緊咗佢慈愛嘅性情去祈禱。本章嘅24節，假若那城裏有50個義人，你真的還要剿滅，不因城裏這50個義人饒了那地方嗎？其實我哋向神祈禱嘅時候，找緊神嘅心意去祈禱係最重要嘅關鍵。本章嘅25節，你絕不會做這樣的事，把義人與惡人一同殺了，使義人與惡人一樣。你絕不會這樣。審判全地的主，豈不做公平的事嗎？其實神嘅心意一向係賜福嘅心意，並唔係降災禍嘅心意。喺耶利米書29章11節，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，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喺耶利米書29章12節繼續講嘅，你們呼求我，向我禱告，我就應允你們。喺本章26至32節，亞伯拉罕向神去講價，從50個義人一直講到10個義人為止。如果有10個義人，呢啲嘅城就不需要受到毀滅。結果係並冇10個。如果羅德同埋佢2個女兒都算係義人嘅話，就只有3個。所多瑪同俄摩拉城係冇辦法不被毀滅。咁樣亞伯拉罕呢度嘅代禱是否冇功效呢？並非如此，因為如果冇亞伯拉罕嘅代禱，羅德同2個女兒可能係並不能得救，佢哋好可能係會牽連在內而死。亞伯拉罕能夠找着神嘅屬性，找着神公義同埋慈愛嘅屬性嚟到以信心去求，並且係保持謙卑嘅心態。喺第27節，亞伯拉罕回答說：看啊，我雖只是塵土灰燼，還敢向主說話。佢說出佢自己嘅定位，佢並不驕傲同誇口。佢話雖然我好似塵土同灰燼，我都係要繼續去求。佢就喺第24至32節嗰度繼續為呢啲城去求。呢啲城有幾多人，有幾多個義人，就請你放過佢哋。咁樣就顯示佢嘅態度。亞伯拉罕佢唔係單單為咗私心，佢亦都絕口不提羅德嘅名字。佢向神去求嘅時候，佢係找着咗神嘅心意。其實神係尊重每一個人嘅，神亦都係看重每一個人嘅靈魂。佢咁樣去求喺呢度，佢亦都係情詞迫切咁去求。就正如路加福音11章5至13節嗰度，有人要拍門去叫醒鄰居，情詞迫切咁去借食物俾遠方而嚟嘅客人。另外，路加福音18章1至8節嗰度有一個窮寡婦，佢向不義嘅官去祈求，亦都係情詞迫切、死纏爛打咁去祈求。喺呢度，亞伯拉罕完全咁顯露咗呢種嘅情況。其實神係極為喜歡，甚至期待我哋去代禱參與呢場屬靈爭戰嘅。喺提摩太前書2章1至4節嗰度話，所以我勸你首先要為人人祈求、禱告、代求、感謝，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，使我們能夠敬虔端正地過平穩寧靜的生活，這是好的，在我們的救主神面前可蒙悅納，他願意人人得救，並得以認識真理。神係樂意睇見人成為代禱嘅勇士。神亦都曾經責備喺以色列，佢尋找不到一個，佢並不能尋找到一個代禱嘅人。喺以西結書22章30節，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，重修城牆，在我面前為這地站在缺口上，使我不致滅絕他，卻連一個也找不着。喺本章聖經願意我哋去學習亞伯拉罕。喺呢個世代，我哋好多時候都係需要去做代求嘅功夫。
我哋都係要向亞伯拉罕去學習，去遵行神嘅心意，而成為神嘅朋友，並且找着神嘅屬性同心意去祈禱，並且係情詞迫切咁去直求參與呢場屬靈嘅爭戰，有效咁參與呢場屬靈嘅爭戰，默想祈禱，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，阿門。